加州眾議員楊茨馬日前提出一項新法案，允許部分餐館同埋酒吧喺星期五、星期六同法定假日供應酒精飲料至凌晨4點，比加州現時規定嘅凌晨2點延長2小時。呢一項 AB432法案將會允許全州各市嘅領導決定邊啲企業或者社區可以延長營業時間以及延長幾耐。楊茨馬強調，現行規定嚴重限制咗依賴夜間營業生存嘅商家。佢仲指出，近年嚟加州舉辦大型會議嘅數量有所下降，好多活動都轉移到鄰近嘅州，而新立法將令加州把握好未來幾年嘅重大機遇，包括2026年同埋2027年嘅超級碗、2026年世界盃同埋2028年奧運會。呢一個法案已經獲得加州商會、洛杉磯商會、加州酒店同住宿協會等多個組織團體嘅支持，並且將會喺4月23號由眾議院政府組織委員會進行審議。若果法案最終得以通過，將會喺明年生效。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